这是什么时候的？这是驾到的。驾到。去鬼市的话，你可以真实的触摸到那些比较老的东西。我雕出来的肯定和那个蜡模不一样，这腿就要了我命了，有点歪，还要调一下位置。我感觉我可能真雕不出来。就他们的空间关系和真实的关系是不对等的。古典主义建筑学传统认为最好的建筑师是谁？很让人抑郁，你会觉得天哪，我这么想难道是错误的吗？立场本来就不一样，反正你跟老师吵概念没什么意义。哎，又有问题了，老师。我不是上了那个84嘛，但是跑没了，这个怎么办？